今日係2025年10月19號，繼續係校際英式桌球比賽嘅日子。今日個對手有睇開我哋嘅 channel， 所以喺比賽之前影咗幾張合照，同大家交代翻個戰況。上一集桌球新手林百川就喺分組賽度連贏3場，以首名嘅姿態進入淘汰賽。所以今日要對上 A 組次名出線嘅陳俊銘爭入8強。賽事都係打3局2勝。第一局一開波，經過幾輪嘅防守之後，對手率先出現失誤，將白波留咗喺中袋嘅位置。但係經幾番觀察之後，中袋嘅藍波應該係遮住咗個進攻路線，選擇咗個中距離嘅尾袋，順便搞黑柴。黑色波已經喺袋口，所以一定入到。但係問題係下一球究竟打邊一粒紅色？因為入完黑波之後會擺翻去 spot 點，冇辦法進攻呢一粒紅色之餘，黑色嘅大分波都被鎖死咗。而家唯有嘗試個窄位中袋，順便將個白波推去遠台嘅細分波嗰邊。可惜撞咗2箍彈翻出嚟，仲漏咗個紅波喺中袋嘅附近。對手要打入去並唔難啊，但係而家嘅藍波、粉紅波同埋黑波都俾其他嘅紅波鎖死住，所以佢選擇咗輕輕推入，然後向返遠台嗰邊將個白波擺過去，略嫌大力咗少少啊！如果白波可以黐住遠台嘅 cushion 就更加理想啦。而家連遠台嘅啡色波都打走咗，睇下桌球新手林百川打算點樣處理呢個亂局。哇！入咗個遠台紅波，仲揾到逃走路線。白波穿過晒所有嘅障礙物，翻返過去遠台度打綠色。而家應該係考慮緊可唔可以解決到藍波被鎖死嘅情況。發力 stun 1箍，嘗試將個白波教返去中袋度打個紅色，行得啱啱好，冇俾藍波遮住個進攻路線。輕輕一推，解封返個藍波，以後就可以愛嚟做過渡。呢場波整體嘅時間，我哋都係喺一個領先嘅狀態，不過分數就冇大幅度嘅拉開，因為對手實力都唔弱，就算將個白波防到去遠台，有時都能夠 pot 入啲 long red， 好似呢球咁，仲可以教埋個黑波上分。有時自己大意留一啲機會俾對方，對手都能夠好穩定咁把握到，所以比數嘅分差一路都處於20分內，算係比較緊張刺激嘅一局。咁當然對手都有留好多機會俾桌球新手林百川啦，就好似喺尾局咁，呢一球就漏咗個中袋，打入完就直接可以教到個粉紅波。又或者好似呢一球咁，最後一粒紅色，直接順推撞1箍就可以教到粒黑波。打完最後一粒紅色，再跟手入埋個卡拉波之後，其實個遊戲係未完㗎，要按照顏色嘅分數順次序，黃綠啡藍粉黑咁打入晒啲波。不過喺呢個階段入咗嘅卡拉波就唔需要再攞返出嚟啦。上一集比較少呢個環節，係因為如果2位球手嘅分差係多過台面上有嘅分數，再加10分，裁判就會宣布賽事直接結束。啱啱桌球新手林百川就 set 咗個 snooker 俾對手，對手只能夠用1 cushion 反彈去救個黃波，但係今次未能成功，送咗4分俾桌球新手林百川。雖然唔係一個好困難嘅救波，但係見對方打失咗第一球，所以選擇重擺。今次成功掂到個黃色波啦！哇，仲將個黃波黐埋咗佢個黑波度，白波去咗遠台 set 咗個 snooker。呢球就危險啦，因為如果白波係先掂到個黑波嘅話，就唔係送4分俾人，係送7分俾人。所以選擇咗用一個複雜啲嘅方法，2 cushion去救，避免因為2個波太近嘅緣故揩到黑波先。不過第一次嘗試咩波都掂唔到，所以送咗4分俾人。對手好果斷咁要求重擺，今次係第2次嘅嘗試，不過都仲係有啲偏差，未能掂到個黃波。其實救波都好講究㗎，好似呢球咁，如果黃波中得太實嘅話，係好容易喺近台漏出機會㗎。今次成功咗啦，白波薄薄地咁揩黃波，令到白波仲有動能可以返遠台度防守。大家都一路用防守嘅策略去等緊對方漏出機會。呢球其實對手打得非常之漂亮嘅，白波爭少少就 set 死咗喺個藍波後面。
而家裝一裝應該都仲有條罅位可以打到，不過就限死咗中黃波厚薄嘅範數。由於處於被動，所以今次打完黃波之後係漏出咗個機會嘅。究竟對手可唔可以把握到呢？哎呀，打厚咗少少，draw 袋留咗喺袋口啊！真係好可惜啊！而家台面得藍波係喺黐箍狀態，其他都係 open shot。呢個波教得有啲奇怪，本身應該係諗住打右邊 cushion first， 但係可能係打實咗，變相而家綠色要打個遠台，打個高桿睇下可唔可以 K 埋個藍色出嚟。可惜擦身而過。不過喺美國呢啲緊張時刻入到個遠台綠色已經算係唔錯。而家喺領先狀態，輕輕入埋個啡色擴大個優勢，成功咗。見到最後尾段桌球新手林百川嘅把握力都非常之好，我喺現場睇都睇到好緊張。入埋尾二嗰個粉波就鎖定咗第一場嘅勝局。喺3局2勝制底下攞咗第一局之後就唔使打得咁緊張。第二局輪到桌球新手林百川開波，黑柴俾個紅波撞開咗，都係將個白波擺返去遠台黐 cushion。呢個位置應該冇咩防守嘅路線，所以想硬拼一桿。危險啊！白波留咗喺近台嗰邊，不過幸好近台冇一粒紅可以直接入袋。桌球新手林百川唯有將個白波打返過去遠台嗰邊，不過力度稍為細咗啲，個紅波留咗喺中台嘅袋口度。好彩綠波阻擋咗佢個入波位，對手出現咗失誤啊！佢應該係想好搏咁揩一揩個紅波，但係打歪咗少少，完全冇掂過任何波，送咗4分出嚟，仲漏咗一個機會。但係經過一輪觀察之後，近台都係冇波可以上到手，所以選擇打個紅波遠台，連攻帶防。紅波入咗，但係白波做咗個防守，黐住遠台 cushion， 會唔會輕輕力推個白波喺飛波後面 set 個 snooker 呢？哇！竟然間打一個大斜線遠台，推個白波去返近台度較紅。呢球少啲膽量都唔得啊！如果啡波唔入嘅話，變相個白波就係幫對手較好，喺近台度打紅，仲有黑波銜接。事後我都問返佢點解白波黐實 cushion 都咁進取嘅？個傻豬仔同我講話，越難嘅波就越想挑戰我。我睇返都係啊，好似呢一球波咁，對手已經防守得好好，白波又係黐實個遠台嘅 cushion。佢都唔打算防守多一桿，直接進攻。可惜個白波 key 一 key 到另外一粒紅波，去咗一個比較尷尬嘅位置。講到尷尬位置，不得不提小學組身高嘅緣故，長期打波都要擔住個叉周圍走。呢球打得幾靚喎，白波借個綠波停低，嘗試將個綠波擺埋喺袋口度。嗱，又要擔叉啦！擔叉有啲咩唔好呢？就係好難攞一啲好強烈嘅桿法，變相白波嘅走位選擇性就少咗啦。咁仲有啲咩壞處呢？我哋就嚟睇呢一球，啱啱打完個袋口嘅紅波，搞到靚一靚，可以繼續打另外一個袋口嘅藍波。大家聽唔聽到咩聲呢？哈哈哈哈！對手真係多謝晒你啦，本身輸5分，而家你送返5分俾人。話雖如此，呢一局算打得輕鬆，喺早段已經將個比分拉開咗。啱啱呢一球有啲運氣成分，又係擔住叉，個紅波 key 一 key 個藍波先入嘅，仲要俾佢咁啱教到個粉紅。去到尾局嘅時候已經超咗分，對手不斷嘗試 set snooker， 希望桌球新手林百川犯規而加分，因為自己就算入晒台面嘅波都唔能夠勝出。見佢動起支桿，應該係想落個洞西避開個黑波撞到個紅波，但係由於一路都救緊波，所以都處於一個被動嘅狀態。對手又點會放過你啊？隨即又將個白波擺喺其他顏色波度做個掩護。呢球嘅救波都唔容易，因為白波後面個黑波造成後視碌架，影響住球手出桿嘅質素。呢球我覺得佢應該係瞄1箍㗎，不過用3箍撞到，證明有啲暈啊！搞咗一大輪之後，你防下我救下，對手又諗到另外一個辦法啦。先將個紅波入咗，再將個白波較嚟近台嗰邊。由於下一粒係要打黃色嘅緣故，對手嘗試輕輕推個白波去掂到個藍波。
哇！如果真係啱啱俾佢黐實到個藍波嘅話，應該都冇得救。好彩應該係撞開咗少少，有個角度向住遠台個方向，用一箍救返個黃色。跟住落嚟，我喺現場都唔知過咗幾耐嘅時間，總之救返出嚟就再 set 過。不得不讚我哋今次呢位對手嘅防守功力，確實係唔簡單㗎。其實喺思路上面，防守比進攻更加難，因為你要考慮到兩個波嘅角度同埋力度，仲要配合住台面上面其他波嘅分佈，先可以製造到啲難題俾對手。由於對手輸埋呢一局就會被淘汰出局，所以應該唔會自己放棄。要打破呢個僵局，就要靠桌球新手林百川自己打入啲波，或者反 set 返對手，令對手犯規，令到超咗分嘅分差擴大。大家可以見到遠台左尾袋個綠波係封住個袋口嘅，所以大家玩嚟玩去都入唔到個黃波。桌球新手林百川呢一桿就好大膽咁將個黃波推向袋口，因為如果打緊黃波嘅時候入咗個綠波係屬於犯規嘅，所以大家都要好小心咁去處理呢個危機。應該係想攞個黑波嚟做遮掩，但係力度大一少少漏咗出嚟。不過對手擔咁長嘅叉都好難控制力度。桌球新手林百川想再一次將個黃波擺向個綠波度，引對手犯規。對手都好小心咁處理咗呢一球，冇撞到個綠波入袋，但係就冇做任何遮掩，令到桌球新手林百川可以攞返個主動權 ，set 返對手一個 snooker。不過呢一球黃波喺箍邊應該唔難救。兩個波 key 一 key 之後，終於個方向唔係對住綠波個袋口啦。按捺不住嘅佢即刻孭住粒綠色，嘗試打返近台嘅袋口，可惜唔成功。變相而家嘅主動權又落返喺對手嘅身上啦。大家係咪心諗究竟要玩到幾時呢？冇錯啊！呢個運動真係好考小朋友嘅耐性，同埋點樣喺逆境底下冷靜咁處理同埋解決問題。心急都冇用噶，越亂嘅話，正正係對手想見到嘅嘢。呢一球輕輕力用一箍救返個黃色，順便用啡波同埋粉波做遮掩，變相反 set 咗個 snooker，由被動變成主動。對手都係打算用一箍想救返個黃色，角度就啱啦，但係力度就爭緊啲啦。再送4分，超咗個分數越嚟越多啦。應該 set 多一桿，如果救唔到嘅話，對手冇辦法都要選擇放棄。輕輕控制力度，將個白波擺喺 cushion 邊。呢球唔止藍波飛波阻擋咗直接打黃波嘅路線，連白波用一 cushion 救都會撞到個粉紅波線。對手打算用埋底 cushion 去救，可惜撞到粒黑波，變相再送7分。賽事正式結束，桌球新手林百川成功打入8強。下一場嘅對手相當厲害，係新鮮出爐嘅全港 U21 女子賽冠軍，大家拭目以待啦！